虽然讲人会过往，不过伊认真打拼精神永远留伫咱的心肝中。台湾头一位登录做车古镇保存的石雕用艺师，伫顶个月来过身啊。彰化市的这个中校国小啊，这个老师甲学生呢，打算要出一本石雕用的车古镇绘本，甲英国这学生囡仔拜访石雕用的资料访问，全部拢甲记录落来，要用绘本来纪念这位国宝级的车古镇艺术。一笔一笔甲车古镇艺术石雕用表演的画面画落来。这阵中校国小的学生半年前捌去拜访已经过身的石雕用艺师，想起当初石雕用的表演甲分享，学生拢真笑脸。去找做的时，做阁有2、4句人互阮听。阿公教阮敲啊，学了我就厉害诶。我觉得阿奏很活泼，很有趣，让我画绘本的时候觉得很有意义。台湾传统技艺推广协会甲学校合作，今年向文化部申请经费，按算出版石雕用艺术的绘本。虽望这个计划因为石雕用过身中断去，但是学校甲协会决定用募资的方式，让绘本顺利出版。孩子们有亲自访问过阿公，所以他们就对于这些画面特别的深刻，因此能够创作出这么多这么棒的作品，所以绘本会使下介意车古镇，也是介意传统文化的人来收藏安尼，所以阮继续来个这个计划继续做落去。学校表示，属于南管系统的台湾车古镇、透南歌舞镇头、牛犁镇、水族镇这类表演，是真有代表性的台湾传统文化。希望透过囡仔创作，甲石雕用精彩的一生记录落来，让这位国宝级的车古镇艺术永远记伫大家的心肝内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